基本上很多人对苗栗印象就是，可能好山好水好无聊。我想把这个形象给扭转过来。也许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火源，但是它这种店家多了，或者说这种事业、这种产业多了的时候，苗栗会被看见，才是我觉得在这块土地为什么要开这间店的最主要原因。虽然我们苗栗的环境气候没有宜兰花东那边好，所种出来农作物的种类也没有他们的多。我只是把自己放成一个算是挖宝者的心态去面对食材，就算是比较冷门的食材，我也想说要怎么把它变成大家会喜欢的东西。其实我们就是学到很多啦，就是哇，原来生活可以怎么样过，那服务人可以怎么样服务，跟以前想象中拍片那种写剧本就不太一样，就是真实的现场这样子。养着条从烟，春风过去，强凉多，后梅爱哭，谷一天。日下小满，雨下仙，梦中对风思念。西瓜清甜，梦里梦，太初本年，苦渐渐。酒处处甜归烟，烟烟云团烟。日东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今日真到我嘅故乡来，苗栗市。對我來講有當特別嘅意義。我想呢，有當多年，老我強要，啲老輩讀書嘅過後，就到嘅單位嘅做條路，希望講尋到行較好嘅機會。唔過今日我來尋一條新朋友、老朋友，佢哋都老我年紀差唔多，在一單位嘅尋到新嘅機會，啲苗栗大草出，佢哋嘅一片天咯，向下聽下來啲尋佢哋。苗栗頭擺係土卡斯平埔族苗栗所在地，最近幾年少子化老工商業發展停下來，當然主動人口流失，不過後生人當有創意，當到在地嘅後生嘅留好嘅東西帶咗苗栗來，結合文化老藝術，營造成係苗栗市嘅特色店家。今日嘅第3呢，就要來呢尋我嘅老同學，我兩三已經超過10年冇見面呢。唔過呢，我一直啲講佢真到家嘅老婆可以後半夜見店，聽講我已經實現家嘅夢想咧。然後就聽到我哋哋有一些緊張嘅心情來呢尋我10多年冇看到嘅同學。Hello， 彭文，好久不見，好久不見，10年了哦。按舊後嘛，按舊以後，我們超過10年沒有見了。對啊，你都這個要跟大家講，你都沒變。你也沒有變啊？怎麼樣？你每天現在都在沖咖啡嗎？我正在沖一杯給你的咖啡。真的？對。哇！老闆，我看到有特別真叫當蘿蔔嘅感覺咧。係啊，也係我嘅蘿蔔。可是我以前去你家玩的時候，沒都要給蘿蔔啊。對，這個是出生的老家。因為當真想要當蘿蔔嘅單純嘅原因，本彭文決定改變兩隻空間，打造出算係特色人嘅屋卡，變做沙沙都做得接近嘅複合式英文空間。呢棟充滿回憶嘅蘿蔔嘅，第一群後生人巧妙嘅改裝過後，有一全新嘅靈魂，繼續講述大家嘅故事。哇，彭文！呀，倒闭人家蘿蔔啊，這放了好多回憶的感覺。對，這是亞黑阿婆的房間。
你还阿婆的房间哦。对。可是我觉得压音音的这个地方，原本这边就是黑阿婆哎。黑阿婆黑都鸦片。哦。但是我们后来修建就变成给艺术家去使用的展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电影，然后我妹是美术嘛。那就从艺文到生活空间，然后到一些教育的内容。对，然后像这些空间，就是1个月大概会换一次展览，对，让苗栗在地的一些素人艺术家或是一些学生，他们也可以来这边呈现。哦，所以现在我看到这些胸片都会艺术家展出来。黑苗栗高中的学生。我们隔壁的学校，对，我们隔壁的学校，他们的作品。那你怎么没有把我们学校的同学带过来？因为刚好我是他们今年的老师，然后就邀他们把他们的作品呈现在这边。可是讲真的那样，给用时当做没有这些时间，你不会害怕吗？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太后病要被死界啦，人口外移的很严重，真的没想过不会赚了没有你周些。对，那个时候不会觉得是回苗栗啊，台湾很小，就觉得说这个可以在这边做很多事情，那我们办多一点活动，让人可以过来。对，所以开业的时候就每个礼拜、每个月都各种活动都在办。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开始营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又没有招牌，然后又是在巷子里面，对，然后但是也很好，是因为最早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认识这里，所以来一个对象，你就有很充足的时间，你可以跟他好好的介绍说为什么我们回苗栗。不过后来那一段大概创业的前1年，应该是老家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对，就变成是说更了解苗栗或是台湾的现状。有一个客家歌手叫罗思荣老师，他有一首歌，就是说我们脚去踩在那个土地上，你才会发现到土壤是热的，是有温度的。虽然彭文是位小工冇把握到幾批，我想唔把路白。都唔捌明白，用老苗栗打草變做大家家己嘅嘗試，重點唔係啲內味，係用萬家用嘅日常老態度來食法，美好唔係啲配雜蔬菜，係啲人哋腳踏嘅土地蛋糕。这个是我们店里面提供的这个抹茶的棒蛋糕，那因为它棒蛋糕的形状我们有特别设计过，就很像是一座山的样子，真的，对，做出了山的形状。好，你现在来教我好不好？其实因为这个奶油，它有特意准备的是比较有点硬度的奶油。对，如果太软的话，其实它就没有办法打得很发。对，你要慢慢的就是让它停久一点点，然后它就会变软，然后就会变得很滑顺，可以打了。对，然后糖搅匀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加蛋黄。好，我们可以筛粉喽。好，有人特别去学吗？其实没有哎。那谁教你们的？我们大部分都是跟古老师学的。古老师？对，谁？我们的 Google。谷歌老师啊，谷歌老师真是我们大家的老师。对，从谷歌上面学习的。就慢慢从网络上面来做摸索，这样。所以你现在厨房里的事情你都会了？还在学习当中，不过基本老家的一些品相都 OK， 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绿茶粉塞进去我们的面糊里面，这个是我们在地的绿茶粉。哦，在地绿茶粉，所以不是用日式抹茶哦。对，嘿，因为那个茶粉哈，就是也是要让它很细致啦，对不对？对。谁想出来的？厨房的团队大家一起想的。哦。对，然后后来切开来了之后，发现每一片切开来的那个山景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甜点很有意思。对，因为就很像我们生活在山城里面，其实山都是一样，可是每一天因为有白云，有很多不同的云彩的变换，所以它显得不一样。所以透过这个甜点，其实也很想要带着所有品尝到它的客人一起去享受每一天的不一样。经营美食变得，当你不是只有一咬下去啊，而是去想它的意境的时候，客人应该都会有跟着你们一起去旅行的感觉。这是我们也蛮想要给客人体验的。现在这个步骤比较很像是在平原的阶段，然后等一下我们会铺红豆，然后会再铺一层面糊，它就会有山的感觉。这个是我们后龙做的蜜红豆。哇，都在地的。其实我们回苗栗的时候，发现这块土地上有很多很美好的人事物，他们都很像是一颗一颗的种子。
对，已经在这块土地上面扎根了，所以就用红豆有一个小小的寓意，就是说希望这些很美好的人事物可以在这个山城里面去滋长这样子。哇！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片撒在这片土地上面，铺满了呢。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就是我们的山脉要长出来了。好，还是原味的面糊。山呢？你是说真的吗？我是说真的。怎么跟我看到的照片？这个是山，对，这个是山，我们会有这个做色山的运动。做出来会有不一样吗？我再铺上去，铺中间一条像中央山脉这样就好了。哦，铺中间这样子。对啊，我懂了。哦，我来标示一下我家在哪个位置。来自于台北嘅品氣，自從假日嘅一隻大家庭，苗栗就變咗佢天呢就不卡。料理對佢來講，老成法係咩不可分嘅，最終係特別配出來嘅邦傑卵糕，都呈現嘅顯色無窮嘅用嘅，可以表達當年嘅日常光景，都為大家帶來無窮用嘅驚喜。來，歡迎回家。真的很久沒有回來了。这是老家的凉酿咖啡。凉酿咖啡。对，就是用我们的配方豆，然后去就是需要1-2天的时间去酿造。哇，对，每一个东西都很用心做出来的。对，看一下我们今天一起造山运动，我把我自己苗栗的山种回来了，到底种成什么样子？不过我一摆可以了，还 OK， 而且因为它中间裂得很均匀，有点像是台湾岛的形状。哦，是吗？你很厉害，是吗？是这样解释吗？文青是好，那我就中间先切下去喽。好，专业。好，让我们来看看，带大家去哪里呢？哇，火山啦！火山老板，真的，这真的是火山，怎么会这样？蛮像的，真的哎。像你一开始都给做牙给黑你茶的时间，是有谁教你吗？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小宿舍，用一个卡式瓦斯炉，现在再加一台果汁机，再加一个简单的小锅子，就开始做实验。对，就像你学那个呼吸治疗一样做实验吗？对。我家不见了，真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吗？对耶，那我们大家要挑战一人解释一个哦，好不好？所以客人来到的时候都要让他们自己去想象吗？就是这个棒蛋糕代表每一次的甜点都是独一无二的啊。对，我先讲吗？你老板呢？哎，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老家的庭院。对，因为我们有那个有没有草地，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有点像这个走进来的那个走道，欢迎回家，谢谢。对。我想到的第一个，先想到我们最近老家来了一只猫咪，也就是它的身体，就是它的那个尾巴的部分，这样子头抬着在看前面，这样有没有看到萝卜？母的，对。好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如果你有去过苗栗的新东大桥的话，这中间就是那个后龙溪，两侧我们就住在这绿地上面。好厉害！对啊，我家就靠近南苗嘛，比较这边。回家的地图。回家的地图。好，那我就直接拿起来吃喽。对。很不错。还是家乡的味道好。刚才冰皮有跟我说啊，这个是苗栗的茶叶的粉嘛，茶粉，然后这个是我们后龙的红豆，本来它就是很搭的组合这样子。对，所以吃下去就会觉得说，它就是我们苗栗自己人的东西这样子。对，棒蛋糕当时也是想说烤一个蛋糕，可是可以切很多片，一群人一起吃就特别好吃这样子。
那损后亮嘛该，而且今天呢，就那西藏司一直围绕着我，欢迎回家，欢迎，很像来东救某真了一样。这个我们老家的甜点呢，我们就蛮希望借由写这个纸条的小巧思，把他们想要跟客人说的话、鼓励的话也好，或者是一句心情的话语，把它写在纸条上面跟客人分享。哇，对，不过客人看到其实都有不同的感觉。对，特别为他写的这句话这样。伫9點順風編一張細絲條，分享溫馨嘅話語，也係記到想喺本人老人之間行較近，希望老人有互動。呢件點有一個當重要嘅目的，就係記得人嘅需要，人真係記到做任何行動考慮嘅出發點。你们希望传达的是不是美食而已，而是你真的希望透过一种温度，让大家真的是回到家里面来。因为这边是客家庄嘛，所以很多人就问说，马盖黑哈嘎这样子，会叫客家是因为这个族群一直在做客，所有的客人他来到老家，就是很像变成家人。对，所以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有一种生活的精神，就是让客人变成家人。对，就是我们一个想象中的客家的一个生活环境。其实来到苗栗之后，就会发现那个家的范围不是只有血缘关系的才叫做家。对，因为在老家生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家的范围很拓大。对，每一天来的家人都不太一样。对，所以透过每一天在服务客人的当中，你就会享受到说那个很难得的那个家人之间的情分。所以我们一块蛋糕在做的时候，其实都会想到说，哇，这一块蛋糕可以在这100年当中被这一个客人所吃到，哇，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所以都很尽情把握，想要把这一块蛋糕做好。如果有机会，我们当这个主人的时候，如何款待这些客人，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让大家很安心哦，就是哇，在这边可以有很安定的感觉，然后很幸福的感觉。亚东老屋就像一部命運做假嘅電影，有請講年嘅人客向下參加成法，共同來寫一出人生。記得用誠意老人高興，本料理暖味又暖心，人老人串聯做一隻嘢，實現亞到一直以來嘅初心，本料理變做係當3年嘅木卡。接下來，來禮拜訪那我一個菜梯嘅好青年，來了解佢種夢食材嘅甜梯。Hello， 你好。嗨，民族按奏。欢迎。要拜正了，要倒闭的啊！提供要倒闭的可以见卖黑人茶店，台北要倒闭的美食店嘿。对，以前小时候大家这边都是书局。系啊，不过也今年一条路都冇卖变，但像就也点点变化改导来。现在就是我们主要就是卖天然食品，然后杏仁茶，然后希望给苗栗的乡亲朋友，有一些的较新的东西选择这样。而且我看到两个黑人茶还有分那么多不同颜色哦。这些都是我们的创意特调。哦。对，那我们利用这些特调来连接传统的东西跟年轻人。对，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Elvis 年旦做頭戲治療師，對醫院離開，轉向開店賣天然杏仁茶。佢老店嘅打造變做係風格咖啡糖嘅樣嘅，杏仁堅持去感冒。室內見用嘅經驗也嘅又老又新，看起來衝突，才有設計融合嘅杏仁茶專賣店咯。其实我之前呢有做过一个黑人茶，我记得好像只有用到2种食材而已。可是这2个不是一样吗？我先闻一下好不好？好。这个比较香。对，我们细看的话，它其实颜色上会有一点差别。裂开怕，裂开不？对，北杏仁的香气会比较重。对，南杏仁是主要它杏仁茶的大调这样子，它主调是靠南杏仁。然后北杏仁它有药性，所以会放的比例会少一点。对，它会口韵上面会有一点点苦味。对，那这米溜溜的苦。对，会有一点点苦。然后这个是南杏仁，它就是比较偏甜一点。它也有一个别称叫甜杏，也叫光中杏。
对，那我现在咬的时候就觉得说，其实它的油脂蛮多的。对对，它杏仁本身就有杏仁油这样子。对，这是我们一般都会吃给杏仁果的时候吃的啊。对对对，这要加。美国杏仁它营养价值比较高，对，然后它也有另外独特的坚果香气。我们想把这个基调再放进我们的杏仁茶里面，所以才多加这一味这样子。一百嘅旅行陪 Elvis 意外嘅接觸到天然香葉，佢唔會曲皮用同樣薄色嘅面絲，一直停留啲佢嘅腦實地度，本期嘅天愛改變佢嘅人生。要醫學配件嘅佢，對科學嘅方法其實做調和食物地度嘅營養價值，要顧到咪咪老子用哦。Elvis， 你看它就是真正開始來煮兩個黑檸茶，對不對？對，我們這邊有，我們已經泡好了杏仁。你還經過幾久的時間？已經泡超過12小時了。哦。對對，這就是它杏仁的味道。懂香哎。是。倒下去。對，整個倒下去就可以。因為我其實還沒有做過，但是它不能夠一次倒那麼多，對不對？沒有全下沒關係。哦，全部都可以做的。這是有。特別處理過的。就你一開始啊，都給做一個黑檸茶的時間，是有誰教你嗎？一開始就是在一個小宿舍，用一個卡式瓦斯爐，現在再加一台果汁機，再加一個簡單的小鍋子，就開始做實驗。對，就像你學那個呼吸治療一樣做實驗嗎？我覺得預防勝於治療。對，我們先把呼吸道顧好之後，就不用去考慮後續的事情。所以你要的粘稠度可以太用很用白。现在的研磨重量是 OK 的。如果说它的颗粒变大的话，你就需要把水量再增加。如果说它水量太多，它会变得像流水一样吸的时候，你就要把水量减少。是要控制。就会太咸的，对不对？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美国杏仁刀搭下去。哦，就会刚刚看到米桂黑柠哦。是。为什么你用果汁机先打过？因为美国其实颗粒它比较粗。那我们希望可以让人吃到更细致的口感，所以我们先把它打碎，再经过吃磨，再磨出来的话，它那个口感非常的滑顺。会开油啊？对，不会开油。比较。像你讲，你都熟啥都跟研究的时间，一开始研究会不会很困难？一开始其实花了不少时间做资料了，就是有研究豆浆的做法，然后又有上网去找很多资料，然后又去图书馆找一些资料，然后靠着比较。阳春的器具去做实验，大概试了120几锅之后，真的，我们才定案。跟你弄比太几多黑柠，还蛮多的，对，但是还蛮正常的啦，毕竟要给客人吃到最好的。这个是这样吗？你有试过别的米吗？有，当初的话有试过糯米啊、再来米啊，当然是磨出来的口感、粘稠度这些都还不错，但是我们有考量到就是营养价值的部分，所以想说还是决定用一些膳食纤维比较高的糙米这样子。很难想象，按专业的东西，你竟然可以无师自通呢。其實，在擺攤的那一年之中，也修改了很多細節，跟專業的部分有再去做研究。大學4年生 ，Elvis 行業自家嘅食物實驗室，喺熟茶地度研究黑檸茶嘅配方，佢還走到幾路秒平等過來擺攤呢。雖然辛苦，不過才累積嚟當到創業嘅養分哦。中嘛會有一層泡嘞。它那個東西就有點像是豆漿那種，腸胃不好的人喝了會比較容易拉肚子。它這個東西會一直因為熬煮的時間會一直揮發掉，對，所以到時候它就會看到它的湯會越來越乾淨，越來越乾淨，就會變成很漂亮的米白色，對，均勻的顏色一致，我們這個杏仁茶才可以做使用。我看它已經起了變化嘞，這個非常精純的湯色，偏米白色，對，這才是正常的東西。沒想到啊，古早味的黑檸茶用這種年輕的科學方式來做，可是還還是的都調白給米頭這樣子。就是希望把這個很好的味道傳承下去，對，然後認識什麼叫真正的食物這樣。哇，你個呢小鹿都會黑檸茶，就是剛剛你煮出來的現煮好的黑檸茶。而且我發現，在你們店裡面喝這個黑檸茶，很不一樣的享受哦。而且也特別很日本式的那種反應，還有一點點禪風的味道。當初我在喝杏仁茶的時候，想說這東西是要療養身心的，對，那它是需要一個比較安靜祥和的空間。
对，所以我就特别设计了这个空间，是为了搭配我们的杏仁茶，希望来的人喝的时候都可以觉得心里比较平静，有休息到这样子。而且呢，来看到你要黑柠茶，很搭配我们最传统要配油条吃，是不是？是，对，这是比较古早味的吃法这样子。对，然后另外油条也是我们自己做的，自己炸的。对，可以一开始先吃原味的，先吃原味的，对，然后再可以吃口原味的杏仁茶，然后我们再搭在一起吃这样子。好，分步骤的吃啊。好吃啊。油条的部分，我先讲讲这个油条的时间，不会那种油红米，这个完全不会有，不会有，因为很干净的油。对，很单纯的就是这个面粉的香气，面粉的小蜜吗？不过我现在好好品尝今天的主角。刚刚都给林家就发现到，有没有？我们刚才在煮黑柠茶的时间，它要过滤网一次，然后让它脱渣，对不对？对。所以古宋的鸭色豆的黑柠茶，一种翻嫩很优，你不会吃到一点点细细的杂质，一点细的都没有，很滑嫩以外，重点是，而且刚刚说过黑柠茶工会，我有发现到就是，来追笋当工呢，还会留一些油脂在上面，对，杏仁油，黑柠本身跟油脂，对不对？对。考考你好不好？这个是什么？回来。要烤它。比较小的海蛎。这个呢？这是曼波鱼皮，通常也叫翻车鱼。老板有没有哪一个比较难的烤？老板？哪个比较难的？对啊。走后一起。这个黑柠茶工会，我有发现到就是来追笋当工呢，还会留一些油脂在上面。对，杏仁油。黑柠本身跟油脂，对不对？对，它本身的油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它就是顺口的，会回甘，而不是那种很直接的强烈的香气。对，所以它的油的话，它是对我们人体心血管是有益处的。对。然后最后一步骤就是我们可以粘在一起吃。对啊，所以感受到那个浓郁的油条香再加杏仁。亚洲米头就是你一直回来苗栗要追求的味道，对不对？对啊，就比方说像您明珠刚刚有讲到说，以前小时候这边是书局嘛，那我现在创造的就是一个可能现在小孩子起来也会想到，可能未来我们小时候这边就是一间卖杏仁茶的店，那深植在我们每个苗栗人的心中，对这种印象才是我想做的。那要省后面跟黑马盖。这个东西嘛，这是我们的杏仁豆腐，然后还有我们做创新的一些特调性的饮品这样子。这个是下面杏仁茶，对，哎呀，松波呢？红茶。哦，那我设的时间就把它摇均匀喝就可以了。这个很有创意，而且让它都流行那个渐层饮料。对，因为想把这个传统东西结合比较新兴的观念去做。给自己打几分？满分100分的话，可能打70分。好，因为你要往100年迈进嘛。对，100年迈进，很多年，我还有好几10年的路要走。Elvis 買嘅唔但淨係傳染，係一種體驗，還有幾隻氣氛到香酥。當呢個時代嘅鋪條越來越夾嘅時節，佢希望大家行業點度做得表慢下來，用慢色來了解秘密。台下拍跑轉向賣杏仁茶，後生搖搖嘅佢身體底度有一隻老靈魂，希望用心做好食物，做得到一本特產人美好嘅經驗。含食材嘅一步一腳印，為做好100年老店嘅目標來邁進。兩下呢，我來前面嘅總廚師，聽講啊，佢會用所有嘅菜地嘅食材變出西式嘅料理哦，而且含來到嘅我親熟悉嘅南苗絲綢。兩下就聽我叫我來禮請古哥。Hello， 古哥。Hello。早安，早安。早安，你们两个都在哪边？今天要带你去采买我们新鲜的海鲜，在南苗市场里面。七色谷苗栗客家人
老姑娘2-3年因为在缘分，选择来到苗栗来做戏。当好美食嘅谷歌，对套食材贴片研究，对料理hand卡系坚持，规身呢有一种熬热嘅气息。佢希望做得老西式料理，融合菜体食材，为苗栗带来无穷样嘅新意和刺激。的鱼货黑堆那一坛，就当亚给吗？对，就是这。哇，卖好多哦！寻龙鱼就放这样子。老板你好，早安，走。谷歌盖亚市场力度按都跟那个鱼摊呢，你为什么特别选这老板这一家嘞？因为比较多种类，然后也比较新鲜，而且他们这个环境就是在屋檐下，比一般在路边的，它的温度比较低，海鲜比较耐得放量。哦，而且啊，我自己苗栗人，我知道，听说啊，都苗栗的枸杞的买沙西米都可以让我们导观，对不对？好，那谷歌你怎么样？你觉得要买哪一个？要这个钱啊。谷歌平常你选这些都会自己来选吗？来菜场就自己选。可是你拿个给做料理的发呢，你要那个就是都知道这些食材、鱼材是黑马该东西，我考考你好不好？哦。这个是什么？不一定会来。要烤它，烤它。这算比较小的海蛎鱼，这是算比较小，一般来比较大。这个呢？这是曼波鱼皮。曼波鱼皮。这是曼波鱼肉，通常也叫翻车鱼。哦。有没有老板有没有哪一个比较难的烤老板？干嘛干的？我们一般讲那个叫黑点。无点呢？无点。除睇太數個呢，谷歌能夠帶我去到當年現流嘅風水漢，本後龍來嘅菜體海產，做得啲傳統蛋糕來呈現。佢堅持自家去市場採買食材，唔用廠商批送嘅庫存貨品，堅持所有嘅酸甜苦鹹，全部係對本地出產嘅原有味絲，冇用加工嘅半成品來組合出豐富多樣嘅加好料哦。好，早晨你去買進來一個軟絲啊，谷歌你已經幫我把它處理好了。哦，對啊，因為我們這個軟絲是要用煎炒的部分，軟絲它的有分厚度比較厚，然後厚度比較薄的，我們就把它軟絲最後用刻花的處理，厚度比較厚的部分呢，你刻花你要刻深一點，然後比較薄的時候要讓它再刻薄一點，這樣它在煎的時候，它會整個平貼在鍋子當中，所以它整個上色會比較平均。我怎麼？一張口試，我就發現谷歌是一個有料理潔癖的人，真的很專注。這接下來這些五顏六色，這是什麼東西？這是我們今天要做炒軟絲沙拉，加在裡面的配料。這麼多種，這個是什麼？這是希臘橄欖，這是卡拉馬塔橄欖，不是像一般黑橄欖，它比較偏死鹹，風韻會比較熟成一點，就是希臘橄欖特色。還有一點點果酸的香氣。然後呢，不會懂點就是橄欖的話，它比較偏鹹一點點。到裡面的時候，這些果酸會走出來呢。這個是鹿角，感覺有點像蔥，但又不是蔥，然後有點像蒜，又不是蒜，就是介於中間的味道。酸酸辣辣，然後有一點點甜甜的感覺，這就是它最剛好味道。那這個 tomato醬應該就是一般的了吧？這個我是選酸性比較高的番茄做的番茄壽司。你現在連番茄醬都自己做，那一定要吃吃看啊！一旦這樣吃到落去就做對感酥的，這個番茄醬它是很新鮮的，而且一般的罐頭番茄醬的話比較偏甜偏酸，但這個的酸味感覺是來自於原本 tomato 比較中心的地方那種酸味，這樣子。谷歌，你是只有對料理會這麼執着，還是對任何事情都這樣？像這年頭比較流行文青風，可是我覺得我實在很不適合走這個，走這方面，所以我覺得比較。就我想要做比較偏職人精神這方面去專研。那3年都會整形在自己當下做的那一件事情上，這樣。當到人講做料理愛用愛，不過對谷歌來講，更加重要嘅係心意。這個心意講嘅就係專注力，愛留搭出菜都做好，還需要嘅分享愛更加好嘅上網。佢用目珠去看，屁股去批。做唔得老問題，盡做問題；而老困難，盡做挑戰。好，
好，等下呢就真给我了实战实做了，看那都在一个要来把它炒软丝，怎么样来处理？第一个重点，我们先把软丝给炒香。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热锅，然后我们先把那个对，哦，薄薄一层就好，薄薄一层。一开始我们是因为它热锅子的时候，最外围是温度算最高的，对，然后最中心它的温度算比较低一点，所以我会先把比较厚的部分会先放在最外围开始下，然后最后比较薄的再放在最中心，因为我们要同时间起锅的，所以厚的烹调时间比较久的会先下，然后放到最高温这样子。那你还一定告诉的话，谷歌你都会冲时间，而且这个时间的关键，董兄他1秒钟密度就会检查动作嘞。哇哦，真的是外层已经开始上色了。对，然后这时候赶快下寿司，然后再选一个地方下它的蒜碎，分开地方下。对，可以帮助它那个比较薄的那片降温。因为它锅子够热，在它粘上去还没开始焦的那一瞬间，赶快下酒，再把刚刚炒的那个焦香再把它呛起来，把它在软丝上面，这就是我要的风味。哇！短短嘅小炒高層，再有動態嘅學問，原來季節內都空啲突破地度。谷歌嘅心思和家己要求當完美嘅精神，就將順頭排列齊齊，連邊嘅角度都排列到鏘樣嘅架拉布，搭村都看得到谷歌嘅考試。對料理都反擊，無一嘅冇做到，色彩本來非常嘅漂泊。吃这个非常有职人精神，做的非常细致的料吃吹过后，要吹二了刚来，黑马该吹谁嘞？这是炸玉米笋，有机的，然后它是种在通宵一个小农种的。他每次送来的时候，因为他说他都要跟蚂蚁去抢收，因为他只要一长好，蚂蚁就马上去吃，因为太甜了。因为送来之后上面偶尔会有一点点的蚂蚁。对，这次我精选就是小农食材，还有这个鸡蛋都是。基本上我用小农食材，不是因为是小农我才用，而是因为通常都是竹林生长，不会撒药剂让它催生，所以因为它生长时间比较长，所以它的风味会比较稍微深，对，比较深沉一点。刚才会显生那一部分呢？可以先吃它这中段玉米须的部分。玉米须直接咬吗？对，可以直接咬。好脆，而且它水分好多。一般来说，对于这个玉米须的印象就是它会，就是吃不下去，因为纤维太高了。而前面真的很嫩呢，真的。玉米笋段可以先咬一口。这边吗？前段的部分，对。好甜哦！外面这一层锁住了低度薄秀笋的调味。吃下去之后你会很惊艳，这真的是你吃过的薄秀笋吗？我不曾吃过玉米笋有这种甜味耶。如果没有这个食材，我也没办法做出这样的料理。这样的烹调方式是专属于我拿到的这个食材，能呈现出它的特色的烹调方式。味道跟一般的长得一样的玉米笋，但是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它那个甜啊，很像是你在吃，你知道吃那种很新鲜的牧草那种感觉，有牧草味这样子，对，很鲜甜呢。你看就在这中间的地方，外面这些玉米须我们都不要浪费，对不对？对，我们会拿来再做酱汁。哇哦！可是你待会要炸的话，是要连着最后面一层膜也是要一起下去炸喽。对，就是我们最后一层膜的时候，它是是可以入口，在有加热过的时候，它那个口感又跟玉米须和玉米笋又不一样。等一下再加热过果粉一起炸这样子。对。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面包打成的面包粉。面包粉，这个你说也是自己做的？对，我们是用台湾的18麦，台湾小麦18麦去做的面包，很珍贵耶，因为台湾的麦给冻色。好香哦！
松软香 Q， 你吃过之后一定会想说不用弄成面包粉的，直接卖这面包吃就好了。好好吃哦！精心拓出来嘅小农食材，连面包粉都係對頭稻米自家來嘅。看起來簡單嘅酥皮包熟筍，實際係多麼簡單嘅哦！酥粉過後落鍋去泡1分鐘，就做得擺盤掉上桌。兩公婆強心合膽啲團建，沙定下來還有一個聽書記嘅人我出場咧，而且皮啲人嘅順風，顧個嘅本娘 Gina。好，你下呢，就是所有係用苗栗菜地嘅食材變化出來嘅一個西式料理，真經感受到你前面一開始講的那個就是4個字，職人精神，都讓我就是油然起敬。可是我要先請問 Gina， 因為 Gina 我剛才有看到你是負責在忙外場的部分，對不對？是的。所以你上每一道菜的時候，我看你有跟他們是在說菜嗎？在吃的时候，其实都会简单的去叙述，去教导他们怎么样去享用这些菜肴。那是不是 Gina 可以大概先跟我说一下，我要怎么来品尝它？你吃的时候，因为上面的那个软丝，它是我们去用西式爆炒的部分，下面的话，我们其实加入我们家自己手工打的酱汁去拌成的沙拉。那其实都会先建议您说，软丝的部分你可以先夹到盘子，先吃一点软丝。刚咬啊哈耶时间啦，一吃它都就是刚才呢所有寿司的它的香气，最后面那个酒把它全部包住，真的一饮它都就是谷歌刚才讲到是大概是8分熟，而且呢把小米瘦油都低度，而且再加上这些某 Q 用有酸的、甜的寿司把它融合在一起。很棒，印象深刻。接下來你要出嚟，你來泡一個包熟筍哦，趕快多一下。我就大大口沾一口这个玉米笋的美乃滋，对不对？对。越嚼越香的个包熟席，给这种酱面啊，外面这一层面包粉又香又薄，这一层锁住了低度包熟笋的调味。你吃下去之后，你会很惊艳，这真的是你吃过的包秀笋吗？我不曾吃过玉米笋有这种甜味耶。其实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食材，我也没办法做出这样的料理。这样的烹调方式是专属于我拿到的这个食材，我觉得最适合它，能呈现出它的特色的烹调方式。我觉得我把我自己只是当做一个推销食材跟媒介者，而且重点是农夫他的辛苦，他所花的时間心力。就是跟我做一个厨师烹调这道食材的时间成比起来，我觉得已经算是很微不足道了。當強嘅谷歌想要用廚師嘅身份來驗證嚴密嘅切貼，料理是係用來表現食材嘅特色，就像係設計師為 model 來thiết置嘅衫褲，希望佢哋做得表現自家最好嘅部分，反正就係食材嘅舞台。在谷歌嘅考述之下，在最空度表現出來。那因为这2个我有一起参与，我了解。但接下来真的要交给 Gina 了。是，这个是我们早上去市场买回来的那个赤嘴蛤，是不是？它这个卤烤饭其实也融合了后龙的猪肉去做成了油封猪。对，然后饭因为要遵循西班牙烤饭的传统，我们其实还是用道地的西班牙米呈现这个卤烤饭的样式，这样子。看我们这边的配置就知道，这边雅罕丽吃饭的时候才就会拧好在的地方 ，Gina 就是要顾前顾后的，然后甚至他有时候提供有一些客人传达讯息，也许他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你知道这样，他甚至他都私底下偷跟我说，然后鼓动2个心情哎。你是不是看到客人有剩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沮丧？稍微能够释怀一点。好，因为毕竟大家口味都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可以满足。就是只能相信他，就是以他的 tempo 来做事。但有时候真的，一个人真的是忙不过来之后，就难免就是会一直想要去加速去感到一种觉得真的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的时候，觉得真的是。谷歌到底为什么会对食对你来说这么的重要？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是要回归到我跟他刚开始最早的关系，是料理是我和他算是爱的连接。为什么要这样讲？那时候他很喜欢吃我做的东西，
好浪漫。对，而且是只吃我做的东西。那时候我就开始真的会去喜欢去做料理，会去研究，会去把怎么料理要怎么越做越好。我所投入的时间啊，心力是投入的料理时间，是等于是我对他所表现的爱。我觉得他一定会这么觉得啦，因为他觉得可能忽略他的感受，因为我可能当爸爸关系变成我要去负责我们未来，我不得不去扛起这个责任。不过我相信刚才君娜糖豆，谷歌还有跟我刚才看到你的眼眶都泛红了。其实他在里面忙都是为了要表现他对你的爱。对 Gina 来说，因为你面对这么多客人，还要来 cover 先生可能会有情绪，你觉得支持你下去的动力是什么？我觉得，因为他是我们创业的第一家店，那其实，在开店这3年来，跟客人的互动接触，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动力就是客人给我最大的鼓舞，因为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情感透露给我是这个地方是他们会留念的地方，会想要再来苗栗的动力。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舞，因为我们有让他看见苗栗。唔但只係為了自家，同時咪係為了小農，為了苗栗，也對3萬嘅小公婆，有嘗試真經係認真到為本人當唔盼得，看得佢哋歸路嘅隆隆匆匆，唔顧辛苦，是係注意有價稱冇，一切意思嘅就係一心想要改變，帶來正面影響力嘅信念。這種嘅堅定帶本愛動態嘅內意，從看到嘅行卡到嘅希望，悄悄地啲苗栗發起來。禮拜真到苗栗是我嘅故鄉，大家站地度到嘅人都本愛印象當真，佢哋帶定勇敢嘅心去面對兩百可能會遇到嘅困難，去克服一條問題，正經當鼓勵人心。轉向也兩雜事，頭擺本人也有一種退休嘅憂誒，唔過兩下有誒神聖嘅意義，當中就係老眾人點地向土地度，春風吹過又個生出來。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下週好面試，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道，後面愛靠谷雨天。烈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天望里望，太初不念苦漸漸。日秋處暑甜幾年，年年人團圓。日冬小雪18夜，四季輪迴又一年。